前面连个雨虽然是和石门水库囤的水有增加，不过因为今年1月份至3月份雨势落较少，4月初一的欠水率敢若是1/4，这嘛是石门水库营运60年以来水量的第5少。即卖水情紧张，北水分署嘛赶紧进行相关水源的管控。前面这落蒙蒙啊雨，即几天啊，石门水库落尽雨，水库入流量原来有增加。初七石门水库的水位是220.86公尺，欠水量是5473万吨，欠水率26.7%，是营运60年来排名第5大。水情算正紧张，北水分署嘛加紧进行相关的水源管控。60年来，我们同期就是今天的蓄水量的比较的部分，那是第5少的一个情况。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年的1到3月的一个降雨，比较偏少一点。今年3月到目前为止，石门水库进行7届人工净雨，增加集水区降雨的机会。另外嘛，为翡翠水库系统调度差不多每天80万吨的水源供应。不过石门水库积沙已经占整体库容量1/3，积沙量比1.03亿吨较悬。学者认为，积沙对水库有负面影响。石门水库的库容以工程角度来看是无法度改善，建议农业用水调度，做更较好的处理甲配套，甲风险减少。当年水库一下子淤积那么多，就是几个大的台风。那这些台风来的时候，在那个当下，其实大家最大的目标应该是要防止水库的溃堤啊、溃坝啊。北水分署坦白承认，咱台湾的山区真惊，水流谷底，风台大水雨就会造成集水区土石崩塌，佮加地动真接，会造成土石松软。佮讲，伫2004年爱丽风台了后，已经实施石门水库集水区整理计划，由立法院核定特别预算，跨部会来合作。除了经济部，也佮包括农业部、交通部，整体进行水土保持加清扫的工作，希望会当延长水库的寿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